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公布发布3军进入中华建备准备指导期间。我们站到制高点来看了，看到左营军港这个部分呢，有多艘军舰在现场戒备。为早起8点开始，就几台军舰伫中央军港集中，包括4台拉法叶舰、4台引港舰、中海级的战车登陆舰，以及2台潜水艇。其中拉法叶舰透早就已经有2台出发。一台海拔潜水艇出海了后，差不多中昼的时，转来到中央军港，这拢是属于作战型的军舰。这款的战备军力部署，甲中央解放军将伫台海6个区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训有关系。其中高雄外海海域离高雄港差不多敢若20公里尔。军事专家就表示讲，中国就是要恐吓台湾。他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在台湾社会有感，让台湾乡亲对这边感到他恫吓的威力，能够去动摇台湾的社会人心的安定，这个才是真正所谓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认知作战的标准模式。针对中国这款的军事行动，如果逼近高雄港，也阁有真侪高雄人未烦恼。据我所知，蛮多的电子产品都是互有往来的。那如果真打的话，应该美国应该不会那么袖手旁观。这个年代大家要赚钱啊，中共打过来他们也没有好处啊。是讲佩洛西访问台湾，确实引发台海紧张，对着中共的军事威胁，台湾的国防嘛全面的警戒。好，来这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